神如何去感动他？神是公义的，他自己会去惩罚的呀，不悔改的人。这圣经里面经节很多都是这样讲。今天所看这12章第19节告诉我们，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总会觉得在这社会上，好像那些恶人、那些作恶的人，好像都没有什么事一样，好人反而就受尽了折磨一样。有可能我们只是看在眼前目前看得到的，或者是整个就给你看整个人生好了，也不过是70、80年。那你没有想到以后的时日有多远，是我们在天上的时候，神的报应，神的给予是丰丰富富的。马太福音第5章第12节，后面继续讲到8福的时候，讲到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在他们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注目的是在地面上这些小小的事情而已，还是你注目的是在天上的赏赐呢？我们要是尽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就够了。神会接手下去做，我们了解自己的责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意，用自己的方式来实行公义，实行自己的公义。我们应该要尊重神的方式，并与神合作，让神来对付那些持续犯罪的人。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注意到，当我们在讲很多话的时候，我们在责备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改换一个口气？改换是说，我们互相在勉励中间。其实我也有这方面的软弱，我觉得你好像有这方面的软弱。那我在这方面呢，我常常祈求神来帮助我们，有一些进步中，我是不是盼望你也能够，我们一起来共同来努力，而不是直接指责对方。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权利，没有这样子的义，能够去责备别人。不要自以为义，要用神的方式来实行神的公义，不是用我们的方式。最后一个武器是要使用终极的武器，在12章20节到21节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原来告诉我们的基督徒所使用最后终极的武器是什么？就是主动跟专注的爱。耶稣不要我们怀恨在心，反而要去分辨对方最深的需要是什么，就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呢，去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也会觉得非常的羞愧。就像你把一个炭火堆在他们的头上，为何保罗会用炭火呢？原来是在古代的作战中间，你们看攻那个城墙的时候，最后这个城墙没有办法攻破的时候，都是靠怎样？堆一把火到那个门那个地方去，把门烧掉，能够进去，或者是从你攻到城墙之下，它从上面倒下来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滚烫的这种油或者是火。原来炭火它意思这样，你一定会碰到炭火，你就会这样，你就会退。再坚强的人都要退，意思也是一样。等他我们这么做之后，他们就知道他们错了，所以他就像是一样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一样。我们主动的去爱我们的敌人的时候，至少能够使你在灵性上免得被愤怒、苦毒和想要报复的心所打败，并且能够荣耀神。同时，你又是主动和坚定的爱，或许能够被神使用呢，就使对方能够悔改。这边告诉我们的是怎样？今天用罗马书第12章第14节到21节里面，告诉我们原来是保罗他所用的方法呢，是让对方不管他到底是不是愿意和好不和好，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控制自己的舌头，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敬虔的人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要持续的行善，不应该对方是怎样我们就改变了自己，因为我们是向神来交差的，我们就要了解到我们自己都是有限制的，我们没有那样子的好，或是我们一定要达成怎样，其实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只是他要我们做我们自己该做的部分而已。最后的就是你一定要有那个主动专注的爱，才能够显示出你的和好真的是真正的要去和好。所以结论来看呢，罗马书第12章第14节到21节呢，是可以应用在冲突中的每一个阶段，并且以圣经中的许多的经文互相的呼应。这边讲了几个，
比如说要爱人如己，这记得在马可福音12章的33节，你们要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宽恕人的过失，用爱说诚实话，也要顾念别人的利益，等等，这些都是。还有一个是在哥罗西书第3章第13节所说的，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你。所以我们应用这些呢，并不会那么容易的。应用这些原则并不容易，但却非常值得去努力，因为神喜悦在我们里面来动工，并且透过我们这些做和平使者的来服侍他。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和平使者，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就应该这么做。不是没有什么功劳，但是这样做，甚至这样做，我们还可以再服侍神一样。因为不要忘了，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就是容神益人，再加上怎样使自己学得更像基督。神还透过保罗呢，给我们一些允许，是这样说，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58节所说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要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所付出的不是徒然的，神亲自会纪念。你不要管人的想法是怎样，你该面对的是神，神会纪念他吗？说不定你做的是合一些人的心意，大家都看的是美好，但是不合神的心意，你觉得这样是好吗？不要太在意人的看法是怎样，你应该在意神的看法是怎样。我们所做的努力呢，都不是突然的，神一定会亲自纪念。我们来这礼拜中间，我们有今年最后一次的小组，我这边提出了几个问题，让我们去思考。第一个，你认为基督徒的属灵武器是软弱无力的吗？你有得胜的经历吗？请分享。我知道我们中间另外一个见证没有用录影的见证，他用写的，他就告诉我们，他跟同事之间怎样子。那个同事之难搞啊，之难对付啊，大家都知道的，他没有办法，他就回去祷告，就改变了。你能相信吗？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对方怎么会变成这样？原来他迫切祷告，他要让这事情做好，他就去做。神的属灵的武器不是软弱无力的，我们有没有去使用而已。要运用神所赐的属灵武器中间的5个原则，你最需要是什么？刚刚所讲这个，我们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在成为和平使者的操练中间，今天已经是第12周最后一个礼拜，你有什么收获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盼望你在小组中间能够分享，我们就将一切荣耀能归给神。愿我们每个人都是以善胜恶，不要为恶所胜。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现在满心的感恩，你让我们经过了12周的属灵操练、灵命的操练，要我们成为和平的使者，因为这是你的祝福，也是你的命令，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多么渴望是成为上帝的儿女，能够受到上帝你的祝福、你的保护、你赏赐力量给我们。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在这12周的操练中间，我们有很多人有得到了领受，就让他们这个领受能够成为他们生命中间的改变。尚未领受到的人，让他们有敞开的心肠，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去成为将上帝的话语在他们生命中间就产生的影响，能够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渐渐的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努力中间，我们不可能都能够随心所欲，我们有可能碰到对方不愿意的时候，要如何？主，你今天又告诉我们，我们要持续的行善，我们要以善胜恶，不要让恶胜过善。求主你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现在满心的感恩与祈求，这是我们同心用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